卡塔爾嘅榮耀係用外勞嘅命堆出嚟嘅，為咗世界盃，為咗國家形象，至少6500名來自南亞、東南亞同非洲嘅義工喺工地度死咗。佢哋嘅死被寫成係自然死亡，佢哋嘅名字喺記錄入面消失咗。卡塔爾係全球最富有嘅國家之一，但佢哋嘅繁榮全靠外籍義工撐起。卡法拉制度令工人冇自由，護照被扣，甚至離境都要僱主批准。呢啲唔係就業，係現代奴役。每周平均有12人喺工地度死去，佢哋喺高達50度嘅烈日下工作12個鐘，有人因中暑暈低，有人因過度勞累心臟驟停，有人喺宿舍住得好逼，衛生極差嘅環境病倒，得唔到及時治療就咁離開人世。佢哋嘅名字被抹去，死因被歸為自然死亡，家庭得唔到答案，國際組織要求調查，換嚟嘅只有沉默。呢啲建築宏偉嘅體育館、豪華酒店係邊個嘅血汗打出嚟嘅？當一個國家嘅榮耀建立喺被奴役者嘅屍骨上，仲算係進步嗎？卡塔爾嘅光鮮背後係無數被隱沒嘅血汗同死亡，呢啲生命嘅代價唔應該被忘記，亦唔應該只係數字。如果你想了解外籍工人嘅困境，同時想學識用知識保護自己，我哋可以喺 Preply 度一齊討論、學習、認識世界同粵語。